冰雪冻结银雀，金色的线辗转思念，化作我的残念，划过桑田，直到那轮回的终点。愿为花落清欢，再忍一忍好不好？如果你疼的话，你就咬着我，好吗？好了，好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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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清欢！傻丫头，明明自己这么怕疼，为什么还要冒死救我？我化作青烟，幸福。清欢，别怕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我都陪着你。化作冰雪冻结银雀。白色哥哥，好难受，救救我！清欢，清欢，你怎么了？为何脉象如此纷乱？清欢，清欢，清欢，你没事吧？啊，白色哥哥。抱我，亲我。这房间有古怪，难道是鬼郎君的住所？清欢，不行，室内迷药太浓，清欢重伤未愈，必定抵挡不住。清欢，清欢，白色哥哥，我在，我在。我好难受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有我在，我会陪着你的，我会陪着你的。白色哥哥，清欢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昨晚我为了给你上药，只能这样了，是我唐突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
白泽哥哥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这是鬼狼郡的老巢。等一下，你的伤都还没好，再休息一下。我的伤怎么会好得这么快？没事就好。傻瓜，你知道你替我挡下白骨爪差点没命了吗？你怎么会这么傻呢？那我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？你明明不会武功，为什么还要冒死救我？那是因为我喜欢白泽哥哥。只要是为了你，就算是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不许这么说。为什么？之前说不让我报恩，现在连喜欢你都不能说吗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为什么喜欢我？因为白泽哥哥是这世界上对清欢最好的人啊。从小孤苦无依，身边没有什么亲近的人，只有白泽哥哥。你愿意无条件的对我好，帮助我，救我。只是这样？不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要见到白泽哥哥，我的心就会跳得好快，有一点想躲开你，可是又忍不住更接近你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这就是喜欢。白泽哥哥，我第一次见你这么笑。清欢，我也喜欢你。你也喜欢我？从小我也是孤苦伶仃，后来被师父捡进了家中。有了师妹以后，我成了大师兄。我想要努力的去守护我底下的每一位师弟和师妹，保护他们的安全。可是还从没有一位像你一样，遇到危险，几下挡在我前面。那是因为白泽哥哥也对清欢很好啊。白泽哥哥，我喜欢你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全部了。清欢，谢谢你，你对我来说同样重要。只有你和我身上的责任无关，你是我想要用尽全部生命去守护和呵护的人。谢谢你这么喜欢我，我也会把你当成我的唯一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也只有你了。我知道，对于你，我不能，也不可以再放手了。
白泽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我只是因为太开心了。这一切对我来说很不真实。清欢，你说我是你的唯一，我信你。从今往后，你也会是我的唯一。我会用尽全部的生命去守护你。你不要骗我。怎么可能会骗你？你是我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了。原来这里这么好看。白泽哥哥，你应该多笑笑。你笑起来很好看，所以以后一定要多笑。不过，你只许笑给我一个人看。我哪里好看了？白泽哥哥全身上下都好看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秀色可餐。不可以这样。为什么？我惹你不高兴了，白泽哥哥，我哪里惹你不高兴了？你告诉我，我可以改。我没有不高兴，只是这样不对。哪里不对？等我娶了你就对了。我们成亲之后，一切就都和梨树了。回家。大师兄回来了！哎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消灭鬼狼军了吗？
真的吗？恭喜大师兄！不可以！你未经过我爹允许向他求亲，就是私定终身，触犯了门规。我自会征得师父同意。你娶她，那我怎么办？林月，不要再胡闹了。哎，林月师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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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醒醒啊！师姐，你醒醒！师姐。师父，师妹怎么样了？近来为师传授她青云心法，哪知她练功不慎，导致经脉紊乱，走火入魔。走火入魔？可有解决之法？性命暂无大碍，但是最近需要一个人用内力帮她调理经脉。但为师近来门中事务繁多，无暇分身。白泽，能否替为师照顾林月？师父，弟子身为兄长，义不容辞。好。师妹，感觉好些了吗？还是难受，师兄。师兄，林月每次受伤都是你帮我疗伤，你对林月真好。你是我的师妹，作为师兄，我有义务照顾你。可我不想只做你的师妹。师妹，林月姑娘，清欢，师兄，清欢，胡闹，好生休息。清欢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！去跟你的林月姑娘亲热去吧。谁说我跟别人亲热了？我都已经亲眼看见了，你还不承认？吃醋了？谁吃醋了？你吃醋了？我才没有吃醋，我是怕我看到不干净的东西，等会长针眼。你真的误会了，你不是知道吗？是林月受伤了，我那是在给她疗伤。你说谎！为什么疗伤要搂搂抱抱的？清欢，清欢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让开！放我下来！我要向你证明，我和林月是清白的。证明就证明，你把我带去哪里啊？解不开的事情缠千结，我愿泪别胡言。你说吧，你要怎么解释？飞过眼中的秋水，春一去，至今未归。月低垂崖，万重眉憔悴。